功嘅第15條法則就係態度已經決定咗你成功嘅70%。有好多人咧，佢哋覺得咧態度唔重要，但係態度咧永遠先係最緊要。好多世界上嘅首富，可能咧佢哋嘅知識未必夠你咁叻，人脈咧亦未必夠你咁多，或者咧佢本身天生出嚟條件咧唔夠你咁高。不過咧，佢哋擁有一個咧好好嘅態度，因為咧當一個人願意同佢溝通嘅話，佢嘅態度改變，你自己嘅態度一直都會改變。相反，如果你自己態度改變嘅時候，人哋咧亦都會認同你、關心你，佢哋會同你合作啦，甚至乎咧一齊咧共同創造一啲咧賺錢嘅項目啦，甚至乎咧新嘅金錢項目。所以話咧，你嘅態度對你嚟講好重要嘅。記住，無論你幾叻都好，態度係佔我哋成功裏面嘅70%。